嗨，大家好，我是探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挥还有胡一静老師今天胡适可以說徹底沸騰徹底爆發由這個慢牛向瘋牛演進1月12日，上證指數收漲 1.09%， 實現了17連陽，已經創了一個記錄，歷史上最長的連陽是16連陽，現在已經是17連陽，破紀錄今天這個上證指數也創了10年的新高，創業板指數收盤漲了 1.82%， 北證指數收盤漲了 5.35%， 深成指漲了 1.75%， 最主要的是這個成交量 3.64 萬億，又是創了歷史記錄，比2024年924還要多比上個交易日多了將近5000億，超過4100只個股上漲。所以今天是沪指是 A 股改寫歷史、創造歷史的這麼一個交易日，17連陽，成交量都創了歷史新高，點位創了10年新高，4100只上漲，那也就是對金融消費者來說那還是今天漲的人還是比較多的，還有1000只股票在下跌，可以說把這個指數牛市已經演绎到進化到瘋牛那成交量為什麼創新高呢？根據財聯社報道兩融新開賬戶創10年新高，也就是兩融新開賬戶差不多也是創紀錄了。2025年我國資本市場融資融券業務大幅增長，成為市場活躍度提升的核心風向標。數據顯示2025年全年新開兩融賬戶達到 152.21 萬戶，創下近10年以來最高紀錄，較2024年增加了54萬戶，增幅超 52%， 較2018年階段性低點40萬戶增長 3.8 倍。2025年年末兩融賬戶總數突破1564萬戶，較2024年實現跨越式增長。截至2025年末，全市場融資餘額從2024年 1.85 萬億升至 2.52 萬億元，增幅超 36%。投資者參與兩融業務熱情高漲。從時間維度看，2025年兩融開戶節奏穩健，且下半年發力明顯。9月以 20.52 萬戶創下全年單月新高，8月、3月、11月、12月新開戶賬戶數均超過14萬戶，這一增長態勢是市場需求與券商布局共振的結果。全年行業兩融業務增幅集中在 25% 至 40%， 頭部券商與區域中型券商各佔優勢，多家券商上調業務規模上限以承接需求，資金流向呈現鮮明導向，硬科技與高端製造業成為核心賽道，硬件設備、半導體、電氣設備等行業融資淨買入佔比顯著，新易盛、中繼旭創等科技類龍頭企業備受青睞，資金配置與國家產業升級方向高度契合，展現出槓桿資金對優質核心資產的堅定偏好。大家記住了兩融賬戶創新高，融資餘額創新高，這個新高可不一般呢，因為以前是可以融券、融資融券加一起，現在只有融資就是不容許你做空，這是什麼概念？實際上這讓指數讓胡適成了一個脫韁的野馬，助漲助跌，它只有單向做多，因為它只有融資嘛，你只有買入，漲了把它賣掉賺錢。以前是還可以融券做空，現在沒有了。所以說我感覺這個指數這麼漲的話，監管部门不知道能不能坐得住能睡得着覺嗎？到時候血流成河，誰來擔責任呢？就像房地產一樣沙灘上建高樓指數飆漲，融資融券賬戶創新高餘額創新高，這就說明都是場內資金在賭博，賭這個風口，至於什麼時候爆誰也不知道。總之現在等人接盤，等場外的散戶趕緊把存折裡面錢取出來，跑步進場。如何看待這一數據就是融資融券賬戶創新高，餘額創新高，說白了這就是在瘋狂的加槓桿，這是要複製房地產
走勢啊。那房地產的走勢現在結局大家都看到了啊，最終是有人買單。我們再看看啊，這個國內的這些私募這些基金的負責人啊，他們怎麼看待這個牛市？這個但斌、王慶最新發聲說，從924到現在肯定是個牛市，看好低估值價值股表現。東方港灣董事長但斌認為，從924到現在肯定是個牛市，当前應着力提升上市公司質量，提高企業的護城河，讓其商業模式更加成熟，更能迎接挑戰。重陽投資董事長王慶認為，924行情以來，市場發生了變化，市场風險偏好得以修復。我們判斷下一步低估值價值股將進一步得到重估。低估值價值股是什麼股票呢？你看他們認可这是牛市啊，但是啊，他們不認可當前最火的什麼高端制造、科技股、人工智能、算力、什麼商業航天。日经中文网啊，今天看到一篇報道，叫健忘的市場與 AI 泡沫。他這個文章是這麼說的啊，市場似乎很健忘，泡沫的初期階段顯然已經對所有領域都產生了巨大影響。1月5日，美國著名投資家叫達里歐啊，在 X 上發布的回顧2025年的長文中這樣指出，各界大人物敲響警鐘，不僅僅是他，華爾街的意見領袖摩根大通的首席執行官戴蒙也持同樣的意見。另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歐洲中央銀行和英國英格蘭銀行也對 AI 泡沫的危險性敲響了警鐘。投資者對 AI 過度興奮，就連作為當事人的 OpenAI 的 CEO 奧爾特曼也承認這一點。然而，不管什麼樣的大人物做出提醒，買盤的勢頭依舊沒有停止。在1月7日的交易中，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雖然上漲發力，但首次突破5萬點大關，仍在射程內。標普500指數接近7000點。華爾街也鼓勵個人投資者進行積極樂觀的投資。即便如此，各界大人物擔心像過去幾次一樣的泡沫重演也有其道理。股價水平比1929年大崩盤前更為高估，以英偉達為中心，在圈子內籌集資金買入 AI 半導體的循環交易、甲骨文等在表外迅速膨脹的巨額債務、AI 數據中心的電力短缺與各地湧現的反對運動，上述無論哪一點都充滿令人不安的因素。從估值來看，也難以否認目前美國股市的估值偏高。從耶魯大學教授席勒等人研究的周期調整市盈率來看，截至1月2號，標普500達到了 39.9 倍，遠遠超過1929年股市大崩盤前和2008年雷曼危機前的水平。既然如此多的專家都這麼說，我們或許的確置身於歷史性泡沫的漩渦之中。問題並不在乎什麼時候破裂，可能是半年後，也可能是2年後，連戴蒙都難以預測泡沫破裂的時間。與其糾結時間，不如關注 AI 泡沫究竟會帶來什麼後果，或導致全球35萬億美元財富蒸發。如果發生類似於2000年代的互聯網泡沫破裂那樣的暴跌，全球35萬億美元的財富可能會蒸發殆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吉塔戈皮納特做出這樣的測算，受衝擊的絕不僅是家庭承受的巨額股價損失，天文數字般的 AI 企業債務會將很多相關者捲入其中，以致難以看清誰才是最終風險的承擔者。不止如此，數據中心建設競賽帶來的半導體、電力和材料價格上漲等 AI 通脹也會顯露。即便泡沫破裂， AI 也一定會極大程度改變社會和經濟，但是危險性更加突出的是目前的 AI 熱潮。你看現在啊，是不是內層價格現在在飆漲，銅的價格也在飆漲？實際上這都是來源於
AI 通脹。事實上，美國银行在2025年11月进行的調查顯示，有一半的機構投資者認為 AI 泡沫是最大的風險。除了極少數大人物之外，這種真心話很難被公之於眾。連續創業者喬·普羅科皮奧在美國雜誌上刊文指出，金融相關人士即使意識到可能發生可怕的事情，會導致暴跌，也絕对不會告訴你，他們只會把過剩和過熱歸咎於同行。對於局內人來說存在難以言說的不便與顧忌。這個是日經中文網刊登的一篇報道，叫《健忘的市場與 AI 泡沫》。这个 AI 泡沫咱們也提過很多回了。這個誰也不知道它什麼時候破裂但是這個泡沫是越來越大。那對應到胡適也是一樣胡適所謂的科技股，所謂的算力股，所謂的這個人工智能、大數據、大模型，本質上實際上連360都比不上。有很多人360看不上，但是那些很多明星股所謂的科技股，恐怕連360都比不上。這就是胡適裡面的所謂的科技股的一些底色好也好不到哪裡去所以說一旦美股的這個 AI 泡沫一破裂，那一定是血流成河。胡適那當然也難以獨善其身，因為他也是科技股泡沫。實際上這一輪指數牛市漲得最火的就是科技股，那些老燈股對吧，都還在下跌。你比如說這個茅台沒漲還在跌，那個房地產行業相關的什麼上海建工、萬科，還有房地產企業那股價都在跌，對吧？只有科技股，什麼半導體製造業、高端製造。接下來就是2025年的業績快報，這一波漲勢很有可能要漲到春節。那當然了，這可能漲漲停停，停停漲漲，也就是後面隨着這個業績，各個上市公司的業績披露這個勢頭的勢馬拉出來溜溜，這是一個關鍵的看點。還有一個就是要盯着美股什麼時候泡沫破裂。如果美股人工智能它沒破裂，它繼續，那胡適這股科技股恐怕還要炒，也不看什麼市盈率，大家看的叫市夢率都是在炒預期我們再看這個央視新聞說反詐民警串了一夜保住95萬。近日山西長治反詐中心接到預警，說李女士疑似遭遇詐騙，已經給騙子轉賬56萬元，且還在銀行預約取款95萬元。民警立即趕往李女士家中勸阻，然而他堅決否認自己被騙，只說孩子結婚、賣房、買車。民警整夜串說，阻止了李女士再次轉賬。大家看視頻襄陽縣公安局反詐中心的。你这取的現金在哪兒？取了多少錢現金了？你錢現在在什麼地方？錢拿上去雄安了。誰拿上去？我們家的。你們家的？你老漢？對。你取這筆錢，可能是我懷疑你是上當受騙了。你有啥你就得跟我好好說了。我知道。我就是要用的，因為我還要給孩子要結婚準備，要給他買房子、買汽車、買什麼？你說我能不能個啥？還有個手機在哪裡？哪個手機？你還有一部手機？沒了，我真沒了，我就用的這一個，你相信？我跟你講，這有的是我家那個小姑子讓我那個用錢用的啥的，你沒有關係的。這該說的跟你說了，該做的我們也做了。我今天確認你錢在，我就可樂死。錢在這。在哪？要核實情況嗎，老闆？錢不在這兒，在哪？來，到了嗎？你的56萬了。可用金額是96萬。你上面顯示的那個56萬，那只是一個數字，不是錢。你的錢早就被轉移到國外了。你現在咱們回家，你把另一部手機拿出來，你給那個朋友打電話，你就問他56萬去哪了，對吧？你9點已經提現了，為什麼現在10點05了還沒有到賬？我認識，我也不知道他叫啥，也不知道他啥，就是和他認識多長時間？2個月。2個月？男的？見過面嗎？沒有。沒有見過面，在網上認識的？就是聽他們唱歌了才認識他。我們今天走了，你千萬不敢心存幻想，
和你说的任何话。也是军人假扮的。也是军人。至少你现在还有100万。这也是靠你们给的啊。就是你要是现在就不要再往里充钱，你就拿着100万好好过就行了。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提醒，在网上结识的陌生人，即使是身穿军装自称军人，也不要轻易的相信。骗子常常会利用军人的身份去博取好感，再以内部投资穩赚不赔为诱饵，诱导转账。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总結了在此类诈骗当中常出现的几个关键詞，我們一起來看。我們給大家梳理了幾個冒充軍人詐騙的反詐關鍵詞，大家如果聽到這幾個詞，一定要提高警惕了。一個是部隊編制、軍需採購、保證金、內部編制、內部指標，以及保密協議，還有線下現金交付，這幾類詞啊，是我們這個高發的軍人詐騙的反詐關鍵詞。凡是自稱軍人讓你交所謂的保證金、手續費，或者讓你走內部流程、保密渠道的，都是騙子。因為我們正規的部隊都有嚴格的紀律，絕不會向個人收取任何的費用，也不會和你私人進行對接。此外呢，國家反詐中心民警提醒啊，一些虛假平台雖然會顯示賬戶有餘額可提現，但是這些呢都是騙子在後台可以控制的，實際上的錢早被他們給取走了。被害人一旦嘗試提現，對方呢便會以各種的理由拒絕到賬。反詐最前沿，我們一起來劃重點：網戀莫貪錢，投資勿輕信，提現若受阻，十有八九是騙局。可以說啊，你說中國的警察都在幹些什麼事，也不容易啊，真的是操碎了心吶，保護這些大寶貝。但是這些大寶貝是怎麼批量產生的呢？為什麼有這麼多大寶貝呢？看看胡適就知道了啊，本來就在批量製造大寶貝。這個胡適啊，不就是個大型的賭場嗎？經濟學家管清友說啊，他說這個散戶啊，在胡適啊最大的收穫，也是唯一的收穫，就是學習了越來越多的科學技術和知識。這個總結的還是很對的啊。我們再看看這胡錫進老師啊，胡錫進老師現在對他的老朋友啊，也是操碎了心吶。這個從委內瑞拉的馬杜羅到伊朗的哈梅內伊，胡錫進老師都是非常惦記啊。胡錫進老師這兩天一直是長篇大論呢，在力挺馬杜羅、委內瑞拉，力挺伊朗、哈梅內伊。你比如說啊，他昨天寫了一篇微博啊，這是在痛批美帝啊，霸權主義啊。這個2026年剛一開年，已經出了好幾件衝擊世人三觀的國際政治大事。總的來說，美國是這些事件的源頭，或者是火上澆油者。胡錫進老師說啊，美國不裝了，他對自己推動建立的國際秩序不再遵守了，一切為我所用，連盟友都搶，國際法對各個國家的保護大打折扣。胡錫進老師這個時候啊，沒有忘記國際法，當評價到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時候，國際法神秘的啊，神奇的從胡錫進老師腦海裡就沒了。抓了馬杜羅，對吧？現在特朗普威脅伊朗的神棍政權，這個時候國際法突然從那個胡錫進腦海裡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又出來了，原來還有一個國際法。胡錫進老師說啊，2026年被很多人預測為國際秩序轉換之年。那麼美國帶動的禮崩樂壞意味着什麼？尤其是它對中國意味着什麼？機遇更大還是挑戰更大？胡錫進老師為什麼說國際秩序轉換之年呢？為什麼說是禮崩樂壞呢？這個世界更文明了，這個世界更消停了，怎麼就是禮崩樂壞呢？沒有了什麼抵抗之狐，沒有了人肉炸彈，沒有了恐怖襲擊，怎麼叫國際秩序轉換呢？怎麼叫什麼禮崩樂壞呢？在胡錫進老師眼中看來，就是整個世界到處，對吧？搞恐怖襲擊、恐襲，火車站拿刀砍人，那個就好是嗎？對吧？在火車站拿出大砍刀，無差別攻擊，是這個就是禮儀之邦是嗎？還是什麼意思啊？然後他胡錫進老師最厲害的地方是他突然神奇的啊，把這個轉移到中國頭上。他中間寫的很長啊，咱就不看了，因為這個看了之後念出來，很多平台不讓我發。
我只念他最後一段啊，这胡锡进老師用心良苦啊。關鍵的是最後啊，胡锡進老師說啊，美國當前這樣搞最不用慌張的國家之一就是中國。所以胡锡進老師啊，露出了他的狐狸尾巴，這個家伙啊就是高級黑啊。為什麼呢？因為大家都知道網上都流傳什麼，先是薩達姆為何不驚慌，後來是卡扎菲為何不驚慌，再到巴沙爾為啥不驚慌，後來是委內瑞拉為何不驚慌，現在是哈梅內伊為何不驚慌。這個胡锡進老師居然突然話锋一轉，來個中國最不應該驚慌。所以我總感覺胡锡进老師這家伙隱藏很深啊，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我個人覺得啊，這個人民日報啊，那老幹部管理處，或者是環球時報，對吧？因為環球時報是人民日報下屬企業嘛，要麼就是環球時報的工會或者老幹部管理處啊，應該約一下胡锡进老師談一下，對吧？這是典型的低級紅高級黑啊，對吧？現在都是流行什麼伊朗為什麼不驚慌，然後伊朗就出事了；委內瑞拉為什麼不驚慌？委內瑞拉總統被人抓了；敘利亞為什麼不驚慌？那巴沙爾跑了。你這胡锡进老師居然矛頭一指，說中國最不該驚慌，搞得好像這大頭在後面啊，這是什麼意思啊？原來在這兒等着呢啊！這胡锡進老師是高級黑啊，對吧？胡锡进老師啊，你看上去他前面假模假式在那分析大國不用怕美國啊，分析了一大通，最後說大國最不該驚慌。胡锡进老師終於把矛頭啊還是對準了大國啊！我在網上看到那個咱們一個央視專家叫李麗是吧？我看網友都說他把所有的作品已經清空了啊，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有什麼好清空的，对不對？你除非是違法，你說的東西違反了相關法律法規，那你說被迫清空，你又沒有違反法律法規，你清空它幹啥？你不就是預測跟事實不符嗎？人非圣賢，孰能無過？誰還能總能說對呀？當然了，像這些專家啊，完全說反過来，這個也不容易，成為一個反向指標。在我看來啊，他這都是跟胡锡进老師啊做切割，划清界限。因為胡锡进老師現在跳得太歡了，保不齐要招致這個打擊啊，因為他已經把矛頭指向大國了嘛，說大國最不該驚慌。所以說這個什麼薩達姆為什麼不慌，巴沙爾為什麼不慌，馬杜羅為什麼不慌的這些專家，趕緊啊把作品清空掉，對吧？跟着胡锡进老師後面瞎跑，保不齐要招來这個鐵拳吶！這胡锡進老師他退休了，那這些專家還沒退休呢。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